来这件实在嘛恐怖，竟然发生这款的代志。高雄南马溪一个妈妈带3岁查囝到公园去佚佗，妈妈一个走闪无注意，小女童竟然去互歹人拐去，而且衫裤红白光光，差一点去互歹人甲乌白来。加在有热心的民众发现，这个歹人全白里弄，警方已经抓到人了。附近的国小嘛赶紧来发通告，提醒家长要注意囡仔的安全。3岁查某囡仔被歹人拐去，被发现的地点伫个油厂森林公园。当时这查某囡仔衫裤被人脱去，一个人摕饮料真无助。看到民众随家斗相共，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议员真唔甘。那个阿尚发现他们2个在厕所里面。阿尚在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带那个妹妹在厕所？啊，妹妹都没穿衣服。我无照细条啊，甲报警。” 3岁查某囡仔是对因老母去公园佚佗，当时老母无注意，这个囡仔有歹徒用饮料拐走去，骗这个查某囡仔讲要带去佚佗，天真的查某囡仔险险互人侵害。加在有拄到热心的民众，这个色狼当时就走去，不过过段工就互警方抓到啊。他是以饮料杯啊，然后看到这个女童在公园游玩，然后就把她带到她邻近的另外一个公园的公厕。附近的国校接到消息，嘛真烦恼讲会有其他的学生囡仔受害，发布紧急通知，提醒学生囡仔避免一个人伫外口佚佗。碰到有陌生人，跟他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叮咛小朋友就是要懂得保护自己。警方提醒家长带囡仔出门的时，一定要加1分的警觉，安尼才有保障囡仔安全。